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快同慢嘅關係。好多人覺得咧做嘢好快或者諗嘢好快，咁必定係最好噶啦。咁當我咧經歷咗咧同一啲朋友合作啦，或者我經歷咗同一啲相識嘅朋友初初相識，或者識咗好多年嘅朋友，咁有啲咧係比較慢態啲嘅。佢啲咧做起生意上嚟嘅時候咧，用慢態嘅方式去處理嘅，唔係話佢生意行得慢，係處理嘅模式或者係思維嘅模式咧，可以慢慢去做。我舉個例啊，有陣時我哋遇到一啲嘅合作伙伴，佢真係需要思考嘅時間，可能你即刻會諗到一啲解決嘅方法，但係可能只係解決咗表面上面嘅嘢，但係再深度嚟講，未必真係可以做得到。咁有啲咧好好嘅合作伙伴，佢會長遠啲。佢需要多啲時間去諗，咁我相對又會覺得係啱嘅。到今時今刻，你會見到就係話，當佢再去處理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個延續性同埋嗰個嘅堅韌度係長咗好多嘅。咁即係話嗰個問題出現咗之後，咁其實好耐之後，照會再出現第二個問題，就唔會好快又有第二個問題出現。好多時我哋做嘢都係咁樣，即係期望係可以堅韌度長啲，或者將個問題解決咗之後，唔會再有呢個問題出現。咁相對啦，對我嚟講咧，梗係有益處啦。我會見到特別係人與人之間，有陣時你即時去解決咗嗰件事情或者個問題係傷害咗人哋嗰個自尊心，或者傷害咗人哋嗰一刻嗰個反應。但係長遠嚟講，你願意嗰段時間同佢細心啲分析咗、解釋咗，可能多係10幾秒、20秒嘅時間，控制咗你自己嘅情緒，跟住未來會發展得更加好，因為佢知道同明白咗，就算下次再發生同樣嘅事情，佢識得點樣去面對，咁係爭好遠嘅。咁對大家嘅關係都好啊。我相信不單止係對同事、朋友，甚至對小朋友同樣都係嘅。你同佢解釋，可能用多1分鐘，用多2分鐘嘅時間，放低你自己可能好悲憤、好唔開心嘅情緒，但係你同佢解釋咗之後，嗰個問題下次再出現呢，容易解決好多，佢都明白好多。咁所以我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